邁進新領域，聯繫教育未來。同學仔，你知唔知地球嘅歷史啊？地球有成46億年嘅歷史啦。相比之下，人類嘅歷史咧係非常之短啊。究竟你知唔知道地球有幾多種岩石啊？地球有非常之多種岩石，而地質學家會根據佢哋點樣去形成，主要分為3大類。第一類咧就叫做火成岩，顧名思義咧就係一啲刺嘅岩漿咧變成嘅。咁喺地下慢慢形成嗰啲咧就叫做侵入岩同埋呢個深成岩。而係噴出嚟火山爆發露出嚟表面嗰啲咧，就叫做火山岩啦。頭先提過啦，喺地底下形成嘅侵入岩或者深成岩咧，香港最常見嘅例子就係花崗岩啦。而喺火山爆發而形成嘅咧，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玄武岩啦。咁第二種咧就叫做沉積岩。咁沉積岩咧就好似一層一層嘅岩石咁樣啦。咁其實佢係由經過岩石嘅風化變成一啲好細好幼嘅沙粒，隨住水流或者風向嘅移動，跟住沉積而形成沉積岩啦。咁喺沉積岩入邊咧，好多嘅地質學家仲會揾到好多唔同嘅化石。第三種咧就係變質岩。咁變質岩顧名思義咧，就係由之前嗰種火成岩嘅岩石或者沉積岩嘅岩石，經過大嘅壓力或者好犀利嘅熱力，而將結構同埋礦物嘅成分改變之後，就會變成變質岩啦。咁香港最多係乜嘢岩石呢？香港有成85%咧係火成岩，約莫有15%咧係呢個沉積岩，只有少數咧係呢個變質岩。而火山岩咧喺香港主要分佈嘅地方咧喺東邊，而當中嘅花崗岩咧亦都最多喺香港嘅中西部。而香港主要嘅沉積岩咧就係分佈喺我哋香港嘅東北邊啦。頭先我哋提過嘅沉積岩啦，咁喺香港喺咩地方最容易睇到沉積岩呢？如果要睇沉積岩，就可以去到香港嘅東北邊，而其中最年輕嘅沉積岩就係位於香港東北邊嘅東平洲啦。咁喺上邊你又會好容易揾到所有沉積岩嘅特徵，而上面最容易見到嘅就係頁岩啦。地質學家咧喺東平洲嘅岩石入邊咧揾到唔同嘅植物化石，而據佢哋資料所得咧，約莫喺5000萬年前所形成嘅。咁喺東平洲除咗有頁岩之外，其實仲有好多好有特色嘅地貌嚟睇㗎，例如有間樓石啦，有斬頸洲啦。而東平洲嘅潮池係由傾斜嘅岩層同埋節理而形成嘅。你入邊咧仲會揾到好多唔同嘅海洋生物㗎。同學仔，考考你，你知唔知香港最古老嘅岩石喺邊度啊？答案就係黃竹角咀啦，因為地質學家喺呢度揾到盾皮魚嘅化石，咁就證明咗佢哋有成4億年嘅歷史啦。